上帝啊，你的疼袂改变，求你怜悯我。你有丰盛的慈爱，求你撤销我的罪过，求你洗除我一切的罪，洗清我的罪恶。我知家己的过失，我的罪恶不是伫我目睭前。求你洗除我的罪，互我清气。求你甲我洗清气，互我比洗较白。做伙来吟圣诗20首，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请起立来吟。请咱犹原徛地，三甲额头来祈祷。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万权能的天父上帝，阮用敬畏佮欢喜的心来到圣殿。这时，阮安静跪落伫你的面前，敬拜你、阿罗你，求你阿罗听阮的祈祷。感谢天父上帝伫过去一礼拜的看顾甲保守。互阮伫中秋团圆的假期中，通甲阮厝内的亲人朋友做伙聚集，享受彼此交陪的喜乐。互阮伫世间亚凯的日子，有对你遐所想述互阮朋友同行的温暖甲平安。伫过节的时，阮也要纪念伫花莲王河乡水灾中拄着死落家园的同胞。恳求你亲自安慰甲帮赞，总是伫灾难中，阮也亲身见证台湾人拆厝边看无家己的善良热情。你也互阮也对这看见毋茫。灾区的中间是一条辛苦艰苦的路，特别需要上主你施落怜悯、扶持甲保护。互伫受苦中的人，因为有对你遐来的疼，通得到继续向前的信心、勇气甲气力。伫灾难中，阮也看见真侪政治人物，看到因虚假的表演，听见因谈乱讲白贼、
无负责任的言论，你甲互阮的心郁卒、忧闷佮失望。总是伫完全公义的主你的面前，阮相信所有不公不义的代志，你较要为伊受审判的事。随在即个事也提醒阮要警醒，毋通袂记即阮人只不过是受托管理主你所创造世界的奴仆，毋是主人。你交托即个世界互人，交代人要好好使用所赏赐的，按你的心意，照所定的次序来管理国手，为着要互万民通因为人来得到福气。总是阮人却反倒转，常常以自我中心罪行的行动，互万民甲阮家己浸伫苦难中，找袂到安息。亲爱的上主，求你搁一摆用你慈爱的双手扶持心智软弱的阮，警醒阮，随时着用虔诚谦卑伫你面前，甲你同工的态度来过阮每一日伫在世的生活，帮助阮知影气杀欢喜也家己做主，气杀迄意爱要得到的目的性的结果。气杀迄为着要得到报赏来利益家己的罪行，互阮伫真正破无家己的操练中，来体会着主你的心意，通得到自由甲头放。阮也特别将要到要开的好会放伫阮的祈祷中。主，你是阮教会头，阮做你的肢体。信神要透过好会，用人的手，招呼阮所选出的种子，来甲牧者共同管理固守上帝的教会，有份来合作牧师，互教会运行顺利，来见证，来成做万民的祝福。你教导阮成做种子是一种责任，搁较是一种神圣的呼召。恳求上主大声清起阮的念头，互阮一生跟对主，教导阮伫教会内底忠心伫你疼上帝疼人的律，好好用你所赏赐的恩赐来帮助阮顺谦逊体贴人的心来服侍人，来学习温顺亲像子仔，也有灵巧智慧的一面来服侍主。阮也要为着病痛苦难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施落怜悯，安慰扶持因，互因伫受苦的治疗中间，会当得到医治平安。阮也要为着阮的长辈的健康来代祷，互因长退休常常有喜乐的心，平安甲喜乐。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合适主所教示的祈祷，安尼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实，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如顶日像日伫天里。阮的日时也你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灭死，又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坐。这时，请咱掀开圣诗后面刻印文23篇，刻印文23篇，这是出自诗篇96篇，咱做伙来刻印。要对上主唱新的歌。要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要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因为外邦的生命不过是偶像。尊贵甲威严，我为伊
地上万民拢着称赞上主，就将上主应得的荣耀归乎伊，就请圣洁做礼服敬拜上主。就对万国宣布，上主做王，世界经过袂动摇，天着欢喜，地着快乐。田园甲其中所有拢着快乐。上主得来啦！伊要用公义审判世界。这是咱来吟圣诗441首，441首。上帝圣神引带保护，请起立来吟。
请坐，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愿众信徒只是要尊叹你的教示，用心灵、用真实来敬拜你。恳求圣神只是伫阮的中间掌权，互阮离开俗世颠簸，无受撒旦的搅扰。也恳求圣神用火甲阮烧，用灵甲阮洗，互阮的信心搁较火热。生命得到改变，通过所领受你的话语，开阔阮的境界。毋但为着家己来活，也会利益别人，会哪听教诲，会哪听你。求你搁一摆引带阮的心灵进入你所应允老年甲密的地。奉阮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做伙来共读圣经，今日经文是记载伫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21节。以赛亚书43章第1节到21节，请咱注意看，听我来读。第1节，雅各啊，创造你的上主安尼讲：以色列啊，立做你的迄位安尼宣布，毋免惊，因为我已经有约束你，我有叫你的名呼召你，你属我。你经过大水的时，我要甲你同在；你过大河的时，水袂甲你淹没。你对海中经过，一定袂伤着，海盐嘛袂甲你吞灭。因为我是上主，你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你的救主。我用埃及做代价，甲你赎回；用以索比亚甲西巴做你的替身。因为你伫我眼中真宝贵，我看重你，真疼你，所以我用别人来代替你。因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毋免惊，我甲你同在。我要对东方带你的后代，对西方组织你的子孙倒转来。我要对北方讲，放因去；甲南方讲，毋通靠流因。互我的囝儿对真远的所在，我的儿女对天边海角倒转来。所有为我的名属我的人，就是我所创造、塑造，为着我的阳光做的人，拢会倒转来。上帝讲：有目睭，毋过袂当看的；有耳孔，袂当听的，拢甲因带出来。要调集万国自一做伙，所有的人民拢自一做堆。所发生的事，倒一个生命捌先宣告；过去的代志，倒一个捌为咱预测。要互因提出证人，证实我恁讲的是对，互人民听到会讲，这是事实。上主讲：以色列人，恁是我的见证人，我有竞选恁做我的仆人，我要互恁捌我，互恁信我。通了解我是上帝，伫我以前毋捌有上帝，伫我以后嘛袂有。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的拯救者。我捌宣告，捌拯救，捌光明，是我，毋是你中间的别的生命。恁是我的见证人，上主安尼宣布。我是上帝，对起头。我就是上帝，无人会当脱离我掌握的权。我的作为，啥人会当改变？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主，恁的救赎主安尼讲：因为恁的缘故，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我要讲出因所有的城门的门窗，
要互家己底人的烦恼变作哀歌。我是上主，恁神圣的上帝。我是以色列的创造主，恁的君王。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伫大水中开一条大路。伊招募战车、马、军队、勇士，互因拢拍落去，袂当搁起来。因受消灭，亲像冰火，全部化去。上主安尼讲，毋通只有会记住过去的事件，毋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应该毋知。我要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野兽都会尊重我，连豺狼甲盗鸟都尊敬我，因为我互旷野有水，伫大树的沙漠有河，互我的选民通啉。这个子民是我亲手做的，因会称赞宣扬我。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互听伊的话，搁遵听伊的话去行的人。下面要请圣歌队阿萨斯班来献诗，带咱来敬拜。因要唱的诗歌是《夜看我》。这时，请陈永文牧师讲道，题目是“上主疼痛以色列，并且要行新事”。
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真感谢阿实习班再去用这首真水的诗歌，也看我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伫今仔的经文内底也要讲起上主怎样疼惜伊的子民以色列，要保护、要也看因对所有的苦难。伫今仔日43章的这段诗歌内底，咱读到上主展现伊对以色列的疼，伊也决心要将以色列对受掠的地解救出来。这特别伫咱今仔所读诗歌内底分做3段，的第一段甲第三段，1节甲7节，14节到21节，2首拢是拯救的宣告的诗，伊遐特别表达对以色列的疼。用这段8节到13节，是耶和华呼召以色列伫法庭中间来为着伊做见证。因为这个主题咧讲起上主甲伊的子民中间迄个特别的关系，疼的关系，甚至讲到上主愿意用别人来代替你，用万国来交换你的性命。这种的表达真值得咱注意思考。咱上尾再来会阁来好好来讨论这个真要紧的一个关系。跳到一个地步，看这个子民比别人搁较重。这种上主徛平为着某一寡子民徛平这是一个真特别的神学的观念。咱下面就来看今日的经文。伊第一段1节到7节表达对以色列的疼，这种的表达足强烈的，差不多甲其他圣经内底任何这种强烈的表达拢会当比。原文一开始有，但是即是安那英语讲 but now， 这个咱的新的译本无甲这个翻出来。这个表达是要甲头前42章，咱顶礼拜读到21节到25节，上主伫遐指责以色列人，迄中间的关系是紧张的迄个紧张的关系，要变做疼的关系。所以一开始第1节甲第5节2解，拢讲毋免惊，用毋免惊来表达这个拯救的宣告。毋免惊伫顶一章就已经出现过，呾佫出现。主要是因为以色列人伫受掠的情景中间，感受到去互上主甲因气杀，迄种受放杀的经验，所以用毋免惊要来甲因安慰。而且咱注意到，伊遐宣告毋免惊的实相，内底用足侪无共款的名词来描写迄个上主，是创造以色列的，是立造以色列的。后壁佫讲到，也已经有救赎恁的。救赎这字伫顶一章嘛出现过，咱会知影伫以色列的家族的传统内底。家族的成员内底，若较软正的土地去互人买去，还是去互人用什么方法摕去？家族内底较强的成员想办法替伊去甲迄买倒来，还是受到冤屈，替伊迄个伸张即个正义，即个概念叫做救赎，救赎。而且上主若变做以色列的亲人。伊要赎回因的土地，要救赎遮的子民。然后佫落去讲，我叫你的名呼召你，你属于我。这个叫你的名呼召你，有学者甲咱讲，这是咧领养咧领养一个囡仔，领养一个囝儿的时阵的一个用语。伫迄个领养的过程中间，迄个手续的内底，
即个要共领养的人，就要呼伊的名，然后即个受领养的人就归属伫即个亲人。所以伫遮嘛讲起上主甲以色列中间嘛有即种领养的即种关系，本来毋是我的囡仔，当变做我的囡仔。到第二节，特别讲起即种亲密的关系，要带来保护。亲像拄阿萨士班咧唱的迄个歌《亚坎》，种亚坎的关系。即个亚坎的关系会超越大水，超越大河，超越火焰，而且用火甲水做上顶，互咱想起出来入去的事件，是想起耶路撒冷去互巴比伦烧毁的迄个过程。到第3节到第4节，诗人佫用新的意象，而且用的方法是赎回。赎回的原文是交换的意思。在古代的世界内底，即个双方的战争的中间，有时阵会交换交换俘虏，交换迄个囚犯。咱即礼拜看见以色列甲巴勒斯坦嘛咧交换即个人质。交换是一种古早战争中间的做法。伫遮上主用交换的方式，互遐受掠的群体会当得到讨报，通转去到因的故乡。对亚威来讲，因为伊讲遮个流氓四位的遮个犹太人伫我的眼中真宝贵。上主看遮个受掠的人真宝贵，所以伊讲我愿意用别人代替你，用万国交换你的性命。到最后第5节到第7节，阁有一个新的景象，就是遐流氓伫世界各角落，天边海角的遮个犹太子民，拢要去互因聚集起来，倒转来家己的故乡。所以伫遮一开始阁用毋免惊做开始，然后讲所有的人对北边、对南边、对东方、对西方，拢要聚集倒转来。而且讲起迄个真伟大一个要倒转去故乡的即个景象，这是第2以赛亚真要紧的主题。上主为着伊所爱的流氓的子民，伊决心要带来改变。最后伊也讲，这是为着伊家己的荣光。上主做这一切，是要互世界看见上主的作为。咱进入第2段第8节，第8节搁一解，亲像顶2章内底拢捌出现过，就是伫审判下伫法庭的中间，上主甲列国的神明伫遐辩论。所以第9节伫遮第9节搁一解讲，你着叫列国甲因的神明来辩论。但是即解审判的即个情景，甲头前无共的所在，就是伫即解辩论中间，迄个去互看做痴迷、臭耳人听无阁看无的即个以色列人，受呼召出来做见证人。第10节，耶和华讲：恁要做我的见证人。虽然恁若亲像痴迷、看无、听无，恁无能力，有欠缺，但是恁犹原会当成做见证人。伫遮上主甲列邦的神明辩论2项代志。头一个较是神学的问题，什么人才是真正的上帝？第2个问题是较历史的问题。这个受掠的子民，敢有法度真正会当讨报倒转去故乡？所以，这个辩论结果是安怎？对以色列、对耶和华拢足关键，拢足关键。第9节伫遐，神明
正神明受邀请，恁着提出证据啊！所发生的代志，恁啥人捌宣告？过去的代志，恁啥人捌有测？恁着提出证明，证明恁讲的是对，互人通讲这是事实。诗人用这种质问的方式咧挑战对方，结果真清楚，这种质问的表达就是咧，互咱知对方无证据，嘛无话通讲。等到咱读落去看到亚伟家己宣告，只有我是上主，我以外无别个拯救者，只有我捌宣告、捌拯救、捌光明。是我，毋是任何别个神明。而且上主叫以色列人来做见证人，但是伊哪亲像上面咧甲因指导要安怎讲话，恁着安尼讲，只有亚伟是拯救者，伊袂互任何溃力阻挡，一定要救恁。而且咱也读到第10节到11节。有表达一个独一神的信仰，只有亚伟是神明，伊进前无，伊以后嘛无。这个独一神的信仰，伫早期的以色列内底并无遐尼明显，但是咱来到后期的先知书，就看见这个独一神的信仰愈来愈清楚。后来今仔日犹太人逐工早起起来祈祷。拢会用《申命记》第6章第40到第5节，这真出名的 Shema 做因的祈祷。因会讲以色列啦，要注意听，上主咱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恁着专心、专情、专力听上主恁的上帝。这独一神的信仰，真做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特质。伊今仔即个审判的场合内底。真趣味的是，咱发现一开始看起来，哪亲像是要招这个列国来听，毋茫讲辩论了后，说服这个列国，知影上主才是真正的上主。但是咱读第10节的后半段就知影，上主要的对象还是以色列。上主要说服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所以第10节伫遐讲，我要互恁捌我，互恁信我，通了解我是上帝。诗人伫遮讲这段辩论真要紧，因为亚伟家己讲，甲以色列人出来做见证，这两个效果无共款。以色列若无出来成做见证人，上主伫世间的作为就袂互看到、听到。上主改变历史的走向，只有通过以色列做见证，才会当互世界知影。所以虽然以色列毋是遐尼完全，咱讲伊青面、臭面、耳孔听无，但是上主伫遮授权互因做见证。所以，当因做出见证的时阵，世界的故事会无共款。咱会听到一个无共款的信仰的故事，伫遐通过因的见证表达出来。这是今日这段辩论真要紧的目的。咱来进入最后一段14节到21节，另外一个拯救的宣告。伊遮用两解用上主安尼讲来对这个子民提出保证。顶一段讲叫因来出来做见证，做见证有时阵是真冒险的代志，所以伫遮搁一解甲因保证。上主安尼讲，讲啥物呢？14节讲，我已经找人去巴比伦，要讲碎所有城门的门串。互加勒底人会欢呼变做哀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所以伫遮重点咧讲，上主无偌久就要差派Cyrus 这位将军去
打败巴比伦。这个暗示真要紧，因为对这受掠的子民来讲，因需要听到这个真要紧的保证。上主已经出手，伊要派人去打败巴比伦。这个保证真有意思的所在是，伊有另外两个宣称，甲伊包起来。头一个宣称是讲，什么人派人去？咱若去读14节甲15节，就看到用一连串的头衔来讲起上主。这个车派的人吼，上主是真大真伟大的上主。咱看见伊遐讲，用的用词讲，以色列神圣的上帝、上主，恁的救赎主。15节讲，以色列的创造主，恁的君王。这一连串的头衔咧讲起，毋免惊。真正这位宇宙的主宰已经出手啊！第二个宣称嘛真要紧。为什么要车牌？车牌目的是为着什么？14节底下讲，是为着恁的缘故，是为着恁的缘故。所以这三个合起来，就成做一个真水的拯救的宣告。迄个有足侪头衔。因伟大的上主已经差派人，是为着恁的缘故，为着恁的缘故。而且咱看见第一段的诗歌内底，迄个真水的关系，搁一只表现出来。历史为什么会改变？因为耶和华对以色列特别的疼，这个特别的疼，互伊愿意出手，带来历史的改变。第4节底下讲。我看重你，真疼你，是因为这个关系，上主要出手。这是今日最后这段诗歌的前半段真要紧的一个宣告。然后后半段为16节到21节嘛足特别，有学者讲这是以赛亚所表达过上强烈的、上大胆的一个宣告。上主讲，我特别做一项新的事，即阵已经在发生。而且上主邀请以色列，毋通干那活伫过去的记忆，你干那活伫旧的记忆内底，你无法度想象新的代志，你着爱会将过去的记忆放伫后壁，你才有法度想象新的事。而且上主用两个无共款的角度邀请因上面无倒转去想过去发生什么代志，然后爱因想象头前的代志。16到17先讲过去，古早上主伫海中造一条路，等。佮讲起战车战马拢倒伫遐爬袂起来。读到遮，咱真明显知影。这真可能是咧讲过去发生的出埃及记。嘛有学者讲有可能咧指上主创造世界的时阵，将迄个混沌的大水甲压制落来。不管是讲倒一项，这是以色列人真爱讲过去的老故事，上主过去奇妙的作为。但是接落去，当上主要行新事。所以，甲因讲，恁莫阁活伫过去的思考内底。新的事咱知影，袂讲甲旧的事完全无共。旧的事要诚做新的事参考的一个角度。但是呢，新的事是有新的想象的。伊的迄个看见的世界，伊的眼光，伊的格局就搁较宽。而且会有新的故事发生。换一句来讲，新的事可能那亲就是一个新的出埃及的事件。过去是对埃及得到讨棒，但新的事件是要对巴比伦得到讨棒。但是这个故事搁较宽、搁较大，因为伊也要包括其他宇宙的改变，规个宇宙的转化。所以，咱搁对18节开始读落去，会看到讲，迄个大蛇的土地
要转化做活水的泉源。上主要伫沙漠开工号，我伫旷野开道路，沙漠开工号。毋然呢，伫第以赛亚内底出现的真侪只野兽，包括豺狼甲盗鸟，因拢会得到新的画面。不过最重要的，毋通袂记咧，得到帮助的是上主的选民。上帝要伫即个新的可能性中间，互伊的子民也得到新的生命、新的一个家园。所以因最后会俄乐宣扬伊。这是咱今日这首诗歌最后的结论。因所做，因为上主所做新的事，因拢要俄乐称赞伊。各位兄弟，今日这段经文会让互咱学习两项代志。两个主题，头一个，上帝甲伊所疼的子民，这是今日这段的表达是毋捌遮尔强烈的一个表达。上帝甲伊的子民有真特别的关系。咱来简单甲分析起来，诗人拢总用6个图像，来描写上主甲子民的关系。头一个讲上帝是以色列的创造主。若无上主，就无以色列。然后第二，上主是立造以色列的，以色列是由上主立造出来，创造搁立造。第三，上主要呼叫因的名，甲因收养做囝，呼伊的名。第四，搁进一步讲，我要通过交换，我要将埃及。以索比亚甲西巴做赎价，甲恁赎回，第五，伊也讲，我看重恁，我疼恁，直接，那亲像雅歌内底新郎对新娘表达的迄种疼，上帝啊，安尼疼以色列人。第六，最后讲，我为天边海角。要甲恁组织，互恁倒转来故乡。这6个用6个无共款的表达上主甲子民中间这疼的关系。然后第2站嘛，佫用行动讲，免惊，我甲恁同在，不管大水火焰，我拢要保护恁。读到这段经文，对咱基督徒来讲，可能嘛有真特别的想象。当你读到讲呼叫你的名，佮讲到你要经过水的时阵，咱若有较好的想象力，咱可能会想到，这敢若咧讲洗礼。咱通过洗礼，上主叫咱的名，互咱经过水的洗礼，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后壁咧讲为四个无共款的方向，调一只正人倒转来组织，这互咱基督徒嘛真紧想象，咱会想到圣餐。圣餐的时阵，为无共款的所在的人组织伫上主的道头前做伙啉食。路加福音13章就安尼表达，为无共款的所在，大家要组织，坐伫上主的道来享受迄个宴席。不管咱是毋是会当安尼想象，这段经文有真特别的所在，要讲起上帝甲伊所疼的子民迄种亲密特别的关系。上帝特别也要为着这子民付出赎价。当咱毋是以色列人，伫世界无共款的处境内底，其他的子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应该嘛会当想象，咱甲上帝会当建立迄种特别的关系。学者古灵价这个学者，伊就讲这段经文真水，你描写迄种上帝甲伊的子民中间迄种定心塑造的关系。当上主一点伫遐咧讲起因的关系的时阵，我是创造你的，我是立造你的，我是养饲你的，我要甲你
自接倒转来，一个故事伫遐一直讲的时阵，其实这个故事拢在塑造这个子民家己的新的身份认同。这也是基督徒的身份的一个过程。当咱伫基督徒的生活中间，不管咱真久的信仰经验，还是较短，这个过程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一个搁一个无同款的信仰故事，咱的生命甲身份重新得到塑造。这是今日这段经文非常特别的所在。但是，佫有一项咱特别爱注意，就是我拄仔提起，这个关系内底有一种偏心的关系、偏爱的关系。14节底下讲，因为恁的缘故，因为恁的缘故，特别为了恁。这个表达上帝敢若特别照顾遐特别的一个子民，用咱的想象来讲，就是特别遐受苦的人、受压迫的人、社会弱势者。上帝讲，我特别疼恁。咱若想起拉丁美洲的头棒神学，伫顶世纪所做的宣告，上帝伫拉丁美洲优先疼送养人。这句话当时引起足大的争论。上帝特别优先疼送养人，这种表达对传统的基督徒可能感觉小可受挑战。上帝敢毋是无偏心吗？上帝敢毋是啥物人拢疼吗？上帝是安那会徛平呢？上帝哪会特别疼这个受苦的人呢？但是这是真要紧的一个神学，因为伫迄个特别的处境中间，这个受苦的人，成做上主特别关心的子民。这点咱无应该看做是一种偏见，是上主伫迄个处境中间，伊特别出手选择需要的对象来疼惜伊，来疼惜伊。圣经学者 Westman 伊对这段嘛有真趣味的一个表达。伊讲，咱来想象，这是一群悲惨的子民，去用掠去异邦的所在，失军无军，因连五望都无，连出路都无。所以这个时阵，上主讲，我特别疼恁，我特别伫恁伫我眼中，恁是特别宝贵的。当这位强国有力的上主做出这个宣告的时阵，这要成做这个受苦子民五望的基础。这是我想，这是这个经文真正重点是伫遮，毋是真正讲上帝有做选择，是伫这个特别的处境中间，互这需要的子民体会到上主的疼。这是今仔日这段经文咱会当特别思考的。伫这个时阵，上帝的疼嘛特别甲华人光复乡遐子民做伙，伊的关爱嘛特别伫因的心中。这是这个经文要互咱去思考的一个点。第二，今仔日的经文讲上主要行新事，这嘛真特别。旧的事甲新的事有啥物无同？新的事嘛是爱照旧的思考来行。譬如讲，上主讨放受压迫的人，这旧的事，但是这个主题嘛会伫新的事内底继续。但是旧的事有伊的限制，旧的事是过去已经发生过的，所以咱若用干那思考旧的事的时阵，就无法度有新的思考。所以伊遐讲，唔通只有会记得过去的代志。唔通一直少念古早的代志，咱知影有记忆是真要紧啦，咱会晓记伫古早的代志的人，才会知影咱家己的身份，会记伫过去发生的代志的人，才会晓感恩，会记伫什么人对咱捌有温情，这记忆是要紧的。
但是伫遮为什么诗人要讲，毋通敢若会记你过去的代志？哦，咱会记得顶一季咱咧读腓立比书的时阵，嘛读到保罗伫腓立比第3章讲，着即个毋通会记你后壁的代志，着拍拼追求头前的代志，哦，同款的表达。这毋是讲袂记咧过去的代志，是咧讲毋通互过去的代志甲你绑掉咧，啊是讲甲过去的代志阻挡你向头前行。一个简单的咧，咱咧学受水的人，若敢若一直想着讲啊，我古早细汉的时阵要受水吼，啊出溺水，食着水，啊规个人拢足艰苦的。啊，敢若想到遐个时阵，你就毋敢落水啊！你就无法度真正学受水。吼，伊的意思是安尼，莫去用旧的代志定义你可能新的可能。所以爱尔兰的圣经学者 Katie 嘛，甲咱讲，毋通伫遮毋是要叫咱拒绝记忆。是要叫咱重新建构即个新的可能性。哦，伊用的语言是重构，哦 ，reframe， 哦 ，reframe。古早的旧的代志有伊的 frame， 有伊的一个结构。但咱毋免讲互迄个结构绑条咧，咱用新的思考来行新的事。啊，我用一个真简单的小故事做来做结论吼。几世纪前的日本的时代的幕府时期哦，有一个将军，伊有一个伊足爱的茶碗，伊啉茶的一个茶碗，足水的茶碗。结果无小心摔在土头破去，规个碗碎做足侪片安尼吼。啊，伊全特别派人甲即个碎片送去中国，请师傅修理。哦，为中国送转来的时阵，迄师傅只有用迄个真歹看的即个金属的迄种钉仔，甲粘做伙安尼，甲绑做伙安尼，哦，互伊会当勉强补起来，佫会当啉安尼，哦。将军看了足失望的，即个碗本来就足水的，啊怎你甲修理了，佫较歹看，规个拢是铁仔迄种金属的钉仔伫外口。结果有一个日本的工匠，伊讲我来试看卖，结果互人真着惊，伊并无甲迄个裂缝甲扎起来，伊用金的刷，真漆吼，金的刷，甲插伫顶头。即规个裂缝拢留落来，但是规个碗，因为即个金的刷，互伊变做足水的。即个功夫后来变做一个新的技艺，哦，叫做金出器，哦，金出器，咱翻做金扇，还是讲金具，哦，咱可能捌看过迄个碗呢，用刷，甲伊定型画过，迄个碗变做足水，新的一个，变做一个新的艺术品。即个故事嘛，互咱会当用这角度思考，上主要行新事，是要互咱对过去得到讨伐，袂过因为过去的代志来定义咱的性命，互咱会当因为上主带来转化，会当有新的身份、新的性命。信仰就是一个不断改变、向头前行一个信仰精神。希望今仔日以赛亚这首真水的诗，也互咱伫信仰顶头学习这个真要紧的功课。咱做伙压头来祈祷。阮天教堂的上帝，今日的诗歌帮助阮明白你甲阮中间特别的关系，特别当阮经历人生的苦难甲种种的困境的时阵，特别佫较深会当体会到主你对阮的疼甲关心。
你对遐个伫世间受苦的人有特别的疼，这也是先知以赛亚要传达的信息。这种的精神，也要诚做阮实践信仰的态度。恳求你帮助阮，也时时去注意着阮身躯边遐济济需要的人。阮也纪念伫花莲灾民受苦，恳求主继续陪伴因。今日诗歌也提醒阮要有新的想象，无活伫过去旧的记忆内底，会当重新去做塑造新的生命甲身份。互阮甲你的关系是不断更新新的画面。阮将阮每一位兄弟交代伫主你的手，由你继续引带阮头前信仰的道路。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免。下面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唱诗121首，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起立来吟。请坐。这时是公道的时间，咱要为下面的事项来祈祷。第一项，为着10月19日，就是后礼拜日，中级的改选会员互会召开。第二，为着2026年年度组织甲施工的规划会展开。第三，为着防灾、避难甲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强化，请咱做伙出声，同心来祈祷。
这时，请苏县长林宪一执事带领咱做结束的祈祷。慈悲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这神的主日，搁一摆引带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阮知，因为你对阮的疼，互阮会当伫这人这个大家庭中生活成长，学习主的模样，领受主的恩典。主，阮感谢你。后主日，我要召开会员好会，甲中节改选，愿求主，互兄弟会当听见主的呼召。受到圣灵的感动，嘛，互众人会当选出适合的人选来成做主的器具，伫上帝国的道路来继续跑走。恩典满满的主，阮感谢你，对阮这一年来的保守甲看顾。明年度教会组织甲时间的规划就要展开，阮恳求主做阮坚固的石盘，阮头前的路站，求主继续引带。阮望阮所做的一切事工，拢会当合伫主的旨意，得到主的欢喜。全能的父上帝，因为气候的变化，近年来，互台湾的中南部甲花莲拢受到真大的灾害。阮求主，疼惜台湾这片土地，嘛，互阮会当搁较建立同在的知识、有效率的行动，全岛共命来面对天灾甲未来社会风雨的挑战。愿咱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这时，咱来奉献。请起立，咱用奉献诗来做咱奉献的祈祷。请坐。请咱掀开周报，通知事项。10月份的特约长老是张乃群长老
一项规定奉献日，本会是定伫每个月的第2主日做规定的奉献日，请兄弟伫奉献柜摕咱的个人的奉献地，若是无会当来办公室来申请。嘛欢迎使用教会公益的捐款的平台吼。第2项，2026年的省长的改选，团客4班，请伫10月18日进行举行2026年的省长的改选，并且将结果通知小会议长，以方便小会办理接纳甲任命。第3项，今日有圣经学校上课，请所有的会员拢注意来上课。后礼拜因为是会员互会，所以后礼拜圣经学校暂停。第4项，2025年永续改选会员互会的业绩书，第1，时间主后2025年10月19主日9点联合礼拜。第2，地点是伫本教会大礼拜堂。第3，出席全体在职现有陪参会员，名册已经加伫个公布栏，请咱注意来看。第4，议案，后一项，长老选举案，说明原任长老普世中叶宏允、郭明昌、叶玉贤任期届满，爱改选4名，任期为2026年1月7日到2029年12月31日。有被候选资格有普世中、陈明德、廖奎祥、蔡仁杰、叶玉贤。第2项，执事的选举案，说明原任执事李丽玲、施淑珍、刘奕成、蔡仁杰、郑慧玲任期届满，爱改选5名，任期为2026年1月7日到2029年12月31日。有被候选的资格有在职会员陪参满2年，且日满3个月，70岁以下，非本会全职受聘，也是现有的任职者，符合本会候选规定的。第4点，小会有推荐执事的候选人名单：朱纯金、魏国辉、高志豪、郭慧媛、陈明德、廖丽香、刘乃武、蔡正义、郑立中、张友全。以上的报告。第5点，守护台湾的基督会欢迎参加每礼拜5暗时7点的守护台湾的基督会。这礼拜10月17，这个10月17，这届是为着有促进的分享是王志少老师伊的分享。第6点，10月12公共论坛，就是今日下晡，主题是战争的理财甲风险的管理。主讲是刘玉溪的教授，时间是伫今日下晡2点，地点是伫个大礼拜堂。第7点，吕登辉纪念音乐会定伫10月13拜一，就是明仔载暗时7点半，若有需要票会当办公室来讨。地点是伫个国家音乐厅。第8点，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的读册会定伫10月15拜3暗时7点，地点是伫个教会的美院的教室。这爱报名参加，若是要参加的，请会晓有 QR code， 请家己来填写。团契消息、教界消息，请咱家己看。根据的时间聚会公告。下周的侍奉人员，顶周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看。这时，请陈牧师来请安，补充报告。
兄弟大家平安，咱请咱也彼此请安哦。这是咱做伙内面要变是信息389首，389首，阿罗上主至悬至尊，请起立内面，吟诗说，请电牧师来祝祷。愿上帝平安，我给一切人所想会到的，伫咱的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恁的心思意念、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密道闭会，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若有需要带倒的兄弟，欢迎到在南路口这边雨伞卡，服务处甲同工为你来祈祷。